好，咱直播送出去啊，吼，应该是无问题。哦，即马看我这电脑，看我心情就舒适的安尼。我 weekend 吼，再过来试甲即个环境规个 set up 起来吼，以后入来时阵较紧。无我拢爱逐遍要上课进前拢爱踮遐食某的。好，1645年10月21号。炎热天气，风大部分对西北方吹来，游园无用得为着气密号来装好。Burkhold 号已经装上最后一件号，阮希望该船的台顶也拢已经修理好，会当用，以便后日会当出航前往平湖。有一只篷船对平湖来遮，坐50个人，再来4只牛。10月22日。风甲天气游园，像这几工，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到遮，就是有一只高野船对打到载150担的茶来，坐7个死仔人。讲到打到，来，我先甲各位讲一个，我今仔早起吼上班进前看一个新闻啊，有我拢看 Google News 啦吼，啊，就有一个联合报的新闻，伊讲佛罗摩萨啦，我无啥会记是写啥，意思是讲佛罗摩萨即个名称吼，我看嘛，我查一下吼，各位你今仔日若方便，你会当看今仔日，今仔日毋知看会着，应该会啦吼。Google News、UDN News，哟，我凊彩找一篇联合报的文章。用 search， 应该是我直接 search Formosa Control Space。OK， 这个网络顶的标题是安尼写吼，讲赖清德总统提起佛罗摩萨，历史学者讲这是误解的遐想吼，遐想我不晓翻译吼，就是一种妄想啦吼，甲一种偏执吼，误解遐想甲偏执吼。我就真好闲，我就想讲好，联合报翻译你个搞嘴哈，迄个吼华语讲咧狗嘴吐不出象牙吼。照我看，我对联合报的评价就足低就对啦吼。我就来看讲恁是到底要写啥吼？为虾米赖清德提起佛罗摩萨，恁也有意见吼？啊，我就甲看吼，伊是因为讲赖清德。伫个16号接见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时阵，表示讲伫佛罗摩萨无啥物受训是袂当放落吼。OK， 讲即句话其实是妄加1661年国宪内实吼内底的一句话啦吼。毋过呢，后来开始有意见吼，针对佛罗摩萨的称呼，历史学者表示，用佛罗摩萨称呼台湾是一种误解、遐想甲偏执吼。当然，我知影伊所讲的吼，因为内底提起就是洪家英先生言吼，因所讲的，就是讲，其实即个一开始佛罗摩萨即个名称一开始安怎来，其实是一种误解啦吼，可能毋是真正讲葡萄牙人有经过啊。讲啊，食水倒数吼，
因所讲的可能毋是即个导数吼，伊讲那洪家英咪讲，你若有兴趣再去看吼。我即满要讲的毋是洪家英，我对洪家英先生因讲的无啥物意见吼。我对因嘛有讲起即个赖祥伟吼教授哦，我嘛对伊讲的无意见。我敢若对后壁联合报所讲的有意见吼。毋是，这是赖祥伟讲的吼。但是咱来看，好。我甲伊所要联合报所要表达的意见，我讲吼，其实你嘛想会到联合报要讲啥吼？伊讲台俄湾社的位置，大概是现在台南的安平一带，荷兰人来了后，误以为即个称呼就是安平的地名，因此称之吼，称台俄湾嘛吼，就是，但是伊无讲，伊头前敢有讲台俄湾？为什么叫做台湾？伊无讲起啦，哈。OK， 好，这个称呼，这个称呼就渐渐变做先民上接用的台湾的称呼。伊讲就嘛讲是台湾吼，而且早伫个明朝就出现伫官方的文书记载之中。就是早伫个历史根据无真实的福尔摩沙即个称呼，意思就是讲，台湾即个称呼比福尔摩沙即个称呼较确实正确啊。OK， 伊的结论是讲，无论是对历史、当代先民以及原住民的各种角度来看，台湾拢是上好的称呼。我听你放屁吼！当然我咧讲的时阵，足侪人嘛认为讲就即嘛就叫台湾啊，无是要哪改？当然我即嘛是叫啥？迄是事实啦吼！我即嘛来讲毋是伊即句，但是伊即句话我是无相信的吼。伊后壁最后一段，伊就引即个赖尚威即个教授，伊讲赖尚威特别引述。奥斯卡上最佳电影《高光下的那些查甫囡仔男孩》吼，伊即个主角所讲的一句话讲：你必须决定家己是谁，莫互不重要人为你决定。因为台湾就是台湾，毋免改用福尔摩沙，毋免靠外人来，伊应该是要写彰显家己啦吼，伊彰显毋对。毋免靠外人来彰显家己，阮会当决定家己是谁，莫互不相干的人来决定。意思就是讲，莫互西洋人所用，莫用西洋人所用的迄个称呼就对了吼。当伊若要想要亲子的时阵，当伊若想要表达伊是支那即个演员的时阵呢，伊就袂记要国际化吼。当伊若当即个民进党若提起任何的本土主张时，伊就想要国际化吼。这就是联合报的即个足低落的所在吼。OK， 我就不爱讲啦吼。伫即只敢若问一句话讲，意思是讲，你毋免互别人来决定你的名吼，外人来称呼你，你叫做啥物啦吼？我咧想讲，外人是安怎看？在你看起来，是那是外人，还是家己人，对无？所以在我看起来，是那又阁是外人，还是家己人？我的角度和你都无共吼，所以当你安尼讲的时阵，都无一个标准的答案吼。简单讲就是讲，若在我看来，荷兰人才是我的家己人嘛。你是那人根本就是外人吼，我安尼讲真，对方绝对是读到拍角啦吼。好啦，这有兴趣再去看一篇啊。联合报其实足低咯，我也袂记你，我也无赞成你去看这种文章啦。好，咱转来日志遮啦吼。
小互心小静一下吼。因为我若提起联合报啥的，我读起这3个字，我就规表大好。咱伫个即个咱遐啥日子所看到地名吼，当然伊这即嘛是翻做汉字嘛吼。你若照荷兰文的写法，当然是吉纳是吉纳 CHINA 嘛吼。啊 ，Formosa 是指即几粒岛，台湾是指安平即个所在安尼吼。啊，当然，后来台湾即个名变做全岛的名吼，即嘛是较正常的代志吼。伫本来就足侪即种变化吼，一个小所在的名，后来扩大做一个大所在的名吼。就正常了，但是莫讲到敢若福尔摩沙是哦，恁这是西洋人的，所以呢就莫用吼。就是你看这个义和团心态，你看这联合报就是定定有这种义和团心态，我看了就恶杂，咁要明白，这种人看，这种文章看就是咁要吐就对了。定定拢有即种心态，要甲你，而且要影响你，而且要甲你教育你做来做，成做义和团的其中一员安尼。好，10月22号，风甲天气有缘像这几工，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对几啊所在来到遮，就是有一只高野船对打狗。我想到今仔日迄篇，我为什么想到即个联合报一篇？因为我想讲，好啊，你若讲逐项拢要用。家己人的名称，吼，家己人的名称，安尼，咱台湾爱改的地名，绝对是有你甲列出来吼，绝对是一本就大本的。你看打狗就好，打狗是在地名吼，当然伊的发音无一定是遮尔准的打狗，可能是读狗啥物吼，是吧？但是绝对毋是高阳，吼。绝对毋是高阳啦吼，啊，所以你高阳，你要甲做打狗无？即打狗才是所谓你家己讲阮家己的名，毋是高阳是日本人改汉字才甲对打狗变做高阳吼。你若要讲起来，嘛，这嘛是别人改，这是毋是这是名是毋是爱改过来？所以我早起咧想讲，这篇文章真是，真正连批评的。我毋知要安怎讲就对啦吼，读甲拢毋知对啥。啊，你若真正要讲个台湾的地名要改，一本就大本吼。咱搁莫讲什么中正路、中山路吼。好，有一只高野船对打狗载150担的茶来，做7个新仔人，也有一只高野船空船要航往打狗。我足支持讲，甲所有的中正路、中山路即个地名拢改掉，甲所有。和新仔有关系的即寡奇奇怪怪的地名拢改掉，吼路名啦。反正只要是联合报反对的，拢是好的政策，拢是好的，绝对拢是好的。好，继续看吼。然后一只高野船空船要航往打狗，因为无法度前进来，所以转来遮。迄只公司的篷船，那2号也载着12拉斯顿的爸米转来到遮。该船遵照阮的命令去平湖对平底船 Ujis 号装迄寡米了后，伫个本国月11号航离平湖要载往淡水，已经来到 Patienty 山，即、个山毋知对即个山吼 ，Patienty P-A-T-I-E-N-T-I-E 吼。已经来到 Patienty 山附近，或者是顶面吼，但是遭遇着2-3摆强烈的阵风，所以转来。自由市民 Baron Barriston 的两只篷船也对淡水载着流洪来到遮，同齐载7、8个破病的人来。代理电风官 Jules Van Bergen 也同船转来。早一张批来，数据是本国月16号，是由下设商务员 Norby 所写，并且以 Hendrick 丁先生的名义签名。
伊是现在唯一健康的人。对该批来知影讲，地方会议伫咧因最近本个月13号来批以后无偌久，都大部分来模仿着伫咧赤坎遮举行的方式吼。伊安尼写是啥物意思啊？意思是地方会议伫咧北部已经开过啊，是以模仿赤坎举行的方式来办的款吼。对，后壁一句话，因为中介绍我无看到，讲以模仿此地赤坎举行的方式勉强来举行咯，吼，所以北部地方会议吼，这应该是头一道吧，吼，之前毋捌看过吼，讲勉强来举行吼，分发41支灌汤，互迄寡长老，个记灌汤吼。个下汤个会记袂吼，孝赞有无吼？好，其中有分发40支灌汤互迄个长老，其中有5个加马兰的长老出乎意外也来了，因拢承诺就是答应讲会顺服公司，并且将来也愿意来缴纳公社。上述的详细商务员Sting变甲非常的软弱吼，迄寡士兵破病的是有惊无险吼。对归人来的迄个医生，就像淡水迄个医生安尼已经过身去啊！哇，即马这算是足惨的吼。应该是我那像进前伫咧即个东部过桥，咱其实无偌久吼，伫咧比南遐嘛是瘟疫吼，人死足多吼。我袂记人剩偌济吼，就是可能超过一半吼，这足恐怖吼。即嘛你看这应该是共款的即个瘟疫啦，传到贵人来啊吼，传到北部来啊吼。因此非常恳切来请求另外派2个医生去，也请求派2个助理去帮助破病的商务员，因为因有即个需要。也送来一个新仔人，伊捌是遐的庄枪，就是庄仔枪啦吼，就是涂水师啦。因为伊和沙库和贝库，这是应该是2个新仔人吼的名吼。因为伊和沙库和贝库伫咧3个月前大上去杀一个人有关系吼。伊家己嘛无好认即个代志，安尼吼，就是伊承认啦吼。因为边对阵 Burkholdt 号是按照本个月22号的决议，将会伫明仔载伫咧上帝帮助之下，要航往片湖，因此呢，就写一张。批互阮迄寡船只的主管，伫遮是包括着特别命令，因讲鲁芬号的出航以及 Skidam 号、哈恩号甲 Harriet Lewis 号的航来处队，必须要准时伫咧今年11月5号进行，不得提前进行。快艇启维号将会伫近日中最近啊送鲁芬号所出来的货物，以及结完校的校铺、阮的书信以及本馆的其他附属物件去遐，等等，并且命令因现在送去并要运回去荷兰的1450个装着砂糖的这个大箱仔，甲133个装灰仔的桶仔。以及34若装要运送去巴达米亚的空间部，全部拢爱装入去大船鲁芬号，而且一定爱像以前已经下过、已经侪摆下过命令安尼来监督，小心来搬运吼。Burkholdt 号必须爱满载着闪落的米，尽量紧转来遮。迄只鲁芬号呢，该船非常即个欠缺食物，
除了会当对 UGIS 号来处理3 last 的米以外，阮也将用上述的气味号来载肉、肥肉、阿拉酒等等的物件去互因。同款也会送去互大船斯基淡号，以便该船要航来处队的时阵，万一被漂走，或者是其他的事故的时阵，就不致受苦。迄寡任期届满而无意要继续留踮咧处地的士兵，必须按照对处地用备忘录所指示因安尼确实来办理改职。12.23晴朗的天气，风大部分对西北西方吹来。伫个暝时吼，就是暗时啊吼，宝号号航离栈桥去停泊伫个即个海楼之上，但是因为今仔日早起平静无风，也阁无法度出港，所以就去北线尾停伫个港道上。准备明仔载伫上帝帮助之下要出航前往平湖，迄只机月号也航离栈桥，但是也无用得准备出航的代志。下晡赤坎的舟仔会11岁，像旧年安尼，伫个即个市镇来发北，就是开标啊啦吼。就是指对像旧年安尼是讲，指迄寡对现在开始到明年5月底，吼，伫个发伫个产业即寡舟啊，吼，开始要发北吼。即寡舟产划分做4区，对即寡舟产北直的即个总金额是1692亿，其中的半数以现款来缴付，其余的半数伫6个月后来缴付。数日前对南方来遮的团队 Hans Ohoff， 今仔日收到一张对塔楼社寄来的批，来知影讲，塔加瑞社的酋长最近有去掠着托罗管社的长老。名叫做底色，伊就是这底色吼，如着伫迄边犯了几件即个杀人甲恶行的代志吼，所以呢，就甲伊带到接近塔楼的所在，伫遐被几个恶徒，因是咧看守伊吼，结果甲秘密甲放走，所以逃脱咯。这是你讲啥？讲起来就是家己因家己人放掉嘛，家己放走去。12.24炎热的天气，风早起对陆上吹来，但是风力太小，直到边底阵宝号号无法度趁风来驶过一个涌入来潮流海流啦吼。因此呢，经过试过了后，只好来停泊落来吼。到下晡，当风对西北西方继续吹来的时阵，才趁着海水退流，驶到港口。阮希望讲该船永暗会当出港继续航行。阮游完真无用咧准备要送往巴达维亚的物件，以便伫个本国个28到30号吼，如果会当交去互即个企业号送去平湖。看到阮伫北部的人的悲惨痛苦的状况，就是即个瘟疫啦吼。特别是伫淡水，伫街人嘛烧伤吼，就像阮最近对因伫个本国个13号到16号的来批，互阮真艰苦吼。知影讲，特别是昨日所知影的情形。因此呢，今仔日就派2个主治医生带适当的药品去治疗迄寡病人，也派2个所需求的助理去协助迄寡商务员，
因拢对即个陆路前往北部，为了要确保安全，由代理地方官 Van Bergen 一个下士甲10个士兵护卫同行，全部的人拢准备3礼拜的粮食甲即个防寒防湿的用具。这是10月吼，已经开始要冷啊吼，10月底啊吼。所以因迄当阵对台南行到淡水草3礼拜吼，也交互因一寡葡萄酒甲阿拉酒等等的物件，以及到迄边以后爱尽量较紧来批吼，即个命令。而且阮担心吼，伫咧迄边拓开的即个疾病吼，可能是对水所引起的吼，真可能是被迄寡原住民因所偷啦吼，迄寡原住民偷造成，就是原住民甲因放毒所造成吼。就像因以早捌对西班牙人所做而造成危害的情形安尼，因此呢，劝迄寡朋友讲对此呢一定要认真注意。严重破病的即个上级商务员史丁先生，爱尽量较紧用一只帆船甲伊送来遮。此外，因为努力2摆，还是无法度甲米送去互迄边的驻军，因此呢命令因的米送到以前爱发即个饭钱啦吼，膳食费吼，膳食费吼，发饭钱互士兵用来代替米。收取11岁的时阵，也会当卖到因后一季所需用的数量，这应该是讲米吧。今仔日有2只高野船航王打到，要去扑查。坐有11个新仔人，有2只帆船航王骗乌载地舱门。坐19个人，也有2只帆船航王新仔沿海，载去一批硫磺甲微量的鹿仔肉。10月25号，游园是像这几天炎热有日头的天气。早起风对陆上吹来，但是风力微弱，因此呢，边螺船 Burkhold 号虽然费真大气力，却还是伫港口。中昼风对西北边继续吹来，才会当驶出港外。按照伊方向航往海上。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打到，载13个人，要去载茶。也有一只帆船航往平湖，载10个人，载有700担的盐。有一只帆船对几个人到遮，坐20个新仔人，载硫磺来。途中因为强风，至到必须要拼出50担的硫磺。10月26。炎热，但是有一点雾的天气吼，风上午柔和来对柔和啦吼，柔和的吼。上午呢，风真柔和对西北西方吹来，但是下晡以后就对北方继续强烈来吹来吼。要暗暝呢，看见2只荷兰船趁着即个北风对北方落来，其中有一只就是。Hillegarsberg 若像要冲伊个沙洲安尼吼，失去了伊大桅杆顶头的上围，因此呢停伫即个港岛外面。但是另外迄只就是边队船 Mirman 号吼，俄罗上帝伫咧入夜进前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了。再来日本的书信。日期是本个月16号。批呢是 Overwater 先生阁下甲阮讲，公司伫迄边的情况还算好，但是真侪货物起草无好，市场不好啦吼。咱来查一下，为什么讲起草无好呢？
大力大书店 ，CHHI 第七声草 CHHAU 第HHI 第七声草 CHHAU 第二声。起草，台语这是台语才有诶吼，华语无即个讲法吼。好起草，起草规则是市场诶景气，叫做起草吼。即我是足早就听过即个词啦吼，今日才想到讲来甲查一下伫词典吼，看一下词典。起草伫对啦，日本版。我定定拢找无日本版的迄个，到底是伫什么位？起草。为什么无？来，我搁斟酌一个册。青井下所青草花枝，这什么意思？叫哪读？记载、荠菜、紫菜、起栽、青菜。哦，是这起草吼。叫做有理有据吼，契机吼，市场的景气啦吼，这是新闻的规则吼，市场的景气，好起草就是契机啊有益吼，景气好啦吼。歹起草，就是不景气吼，无景气。三角桶起草较有吼，三角桶起草较有听有啦吼，就是三角桶即个位，即个所在吼，算两三条路汇合即个所在吼，起草较有啦吼。好 ，OK 哈。关系讲华语的，你就不要讲起草哈。读到倒煞袂记。哦，就是迄个日本的迄个国校吼 ，Overwater 先国校甲阮讲，公司伫迄边的情况还算好，但是真侪项目起草无好吼。不过经营甲料潮还阁袂歹。料潮啦，做错我就安尼甲翻译吼。料就是料粉吼。西宁利润上大吼，用这两只平台阵送来总价才是599000毫吨的资金互阮，大部分拢是阮。有一只胖船对打狗来遮坐7个人。再来200担茶，也有一只高野船对南平的淡水来到遮，再4个人，再来一批椰子，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打狗，坐7个人，再去26道盐甲10道米，10个27。咱今仔日会使甲10个读煞吼。10个27早起，米尔门号就来挖靠即个栈桥，并且随甲现款甲落来，有100箱的丁元，以及一批杉木棒和米。上午司令官叫做 Dave Rice
昨是做庙嘛，吼来到遮吼。就即个司令官呢，项王港外要去带领便队船 Hillegersburg 号入来。该船伫咧下午2到3点钟，也平安来到即个城堡头前来停泊。风声是微弱对西南方吹来，但是以后就强烈对北方靠来吼。也再来100箱的丁元之外，佮再来1340个装樟脑的即个桶啊，也佮有其他的细项物件等等。因此，议会决议，因为阮奉着巴达维亚命令，袂送樟脑去波斯，也袂送去苏马特，因为迄边的需求已经供应了。因此呢，上述的便队船爱先来外口站桥。甲为着台湾所砸来迄寡钱，甲杉木棒先甲落来，而上述的樟脑以及为着巴达维亚所砸来迄几个装着即个屏风啦吼，屏风大概要怎讲我袂晓，咱来查者吼。迄载着屏风，载着旗袍，甲其他的物件的箱仔，拢爱留踮咧船顶。好，咱来看一下屏风。伊这是生活中是应该直接看到的物件啦吼，但是我袂晓讲。咱来看，先看鬼色叫做屏风，敢有？好，一堆咧。那遮多啦，好啦，咱一个一个看啦吼。我就是用台语大词典去查吼，鬼色内底出现屏风即个字吼，咱来看吼。第一个叫做目屏，就是边目真目的屏风，叫做目屏吼。所以你看会读屏啦吼，屏风吼。密屏就是竹篾吼，竹篾所编的即个屏风，用竹仔去编的屏风啦吼，竹篾吼，毋是竹枝吼，是竹篾，就是竹仔，篾就是甲竹仔写做一片一片安尼吼，叫做密屏吼，目屏、密屏、杂屏就是夜杂日头或者是风的屏风吼，叫做杂屏，或者是侧屏吼，侧屏拄则是闸门迄个闸吼，你即台语大词典用汉字闸门迄个闸叫做闸屏，侧屏是木栅迄个栅吼，目沙迄个沙，但是读做侧吼，侧屏吼，侧屏就是屏风，闸屏就是屏风吼，闸屏就是闸屏、侧屏拢是屏风啦吼。啊，但是你若讲竹仔做，你当叫做密屏吼，啊是目屏就是边甲足捌的迄种，当然有诶毋是，伊这讲的拢是竹仔去编的，才叫做目屏啦吼。好，我哋会记诶两种讲法，咱学着吼，闸屏、侧屏吼，这拢是屏风。迎屏是船头诶屏风啊，船头诶闸屏啦吼，顶头有萤仔诶画吼，为即个萤仔叫做迎屏吼。为什么叫做什么屏嘛？迎屏了为鱼的鱼屏吼。好，银屏吼，银屏就是银的屏风，银是布嘛吼，所以就是当然银是好的布吼。你若看日本因足侪是用好的布去做即个做屏风，我较罕咧看啦。嘛是有啦，嘿，嘛是有嘿。好，这是银屏吼，银屏。木栅仔的外面就是乌点绿红点是，这是讲啥？我看无吼，应该是你木栅仔应该是你博缴迄个。好，哪个我看无？银屏吼，银屏吼，泉州腔叫做金屏吼，金屏风或者是叫做银屏风、金屏风吼，金屏风。银吼，也是银做诶屏风啦吼，共款吼，加一字风尔，对才是金屏，即嘛是银屏风、金屏风。
好，再来是玉屏吼，玉仔所做的屏风，哇，这毋是恐怖的，这玉仔所做的屏风。加冠屏吼，屏风的一种，这我都看无。加冠屏可能顶头阁有地无仔的吼，加冠嘛吼，加冠屏啊，伊读做加冠吼，加冠屏。徛屏，徛屏就是菜屏风，叫做徛屏吼。镜屏就是有镜的屏风，镜屏，所以各位可能即马较罕咧看吼。我记得较早小学吼，入去有诶，刻伫咧即个中央诶所在，就一个镜屏吼，就是叫做镜屏吼，你当叫伊镜屏吼，即个大大诶镜安尼。金屏风，金诶屏风，柳条屏吼，就是用柳条去编诶吼。门屏，门入口诶屏风，所以门。屏风有啥？杂屏、侧屏、吼银屏、金屏，还是即个镜屏，或者是叫做门屏，拢会使吼。足侪讲法诶吼。我拄则讲生活中定看着，所以讲法较足少吼。足侪啦。或者是高一字叫做屏就会使吼。所以高一字屏字吼，伫咧生活中其实足常讲着吼，比如讲，咱来看伊个例句啦吼，例词，隔屏，隔屏就是隔间啦。即个词我足常听着，非常常听着吼，隔屏吼，因为阮伫是咧做目诶，伊定咧隔屏吼，所以即个词我足常听伊讲吼，隔屏。拆屏，第二个是屏风围屏、徛屏吼。高一个屏字就是屏风啊啦吼，高一个屏字就是屏风吼。屏斗西屏就是纱布去做西屏吼，纱屏吼。梳屏拄则目屏对应就是梳屏吼，啊歹势我读毋对吼，水屏吼，或者是阮泉州讲沙屏，目屏对应的就是西屏、水屏啦吼，水的书啦，西书水人的屏风吼。东洋屏讲是，来我来看伊安怎写，伊讲是中华民国人称号日本式的屏风，叫做东洋屏。东洋屏。屏，真正安尼写呢？日文版嘛是安尼写呢。民国9年が依附日本式の，是啦，我不要读。好啦，我主要是要看伫咧日文版真正出现这4字吼。中华民国吼，为虾米呢？因为迄当阵伫西南迄边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嘛。好，德屏，好啦，今日了我甲读到了吼。德屏吼，德啊做吼，灯火大，灯火大灯火的屏风，厅口屏，厅口。放伫咧大厅门口的屏风，大叫做厅口屏吼。原来古一个屏字，你看头前要安怎加，你着加各种形容词，或者是各种无共的名词，你着变做无共的变化去嘛吼。厅口屏、厅屏吼，大厅的屏风，土屏甲屏风土起来，土起哩，是哦，叫做土屏。大花。大仔花啦，大仔花，大仔花是面床顶顶的屏风下面的即个雕刻砖塔，叫做大仔花。伊倒屏嘛，倒屏的花吼，大仔花围屏，这最后一个。好，咱转来第2只吼，我看卖时间。就是讲要甲迄只变对船吼，要
来外口占桥，要甲先甲为台湾所在的物件先甲落来吼，就是钱啦、杉木棒等等。但是像即个樟脑，甲为着巴达米亚所在来规个装着屏风，装着杂屏吼，即个或者是丝袍、其他物件的箱仔，都爱留踮咧船顶，并且要对米欧门河来转装，要送去巴达米亚的荷尔蒙，以便即个 Hillegersberg 号会当开动9月号上万，伫本国个28号到30号来出航去平湖，去家伊所在荷尔蒙交付归国大船鲁粉号，该船船舱应该会当放下落吼，并且将乌吉号顶所存落来米尽量甲因载来遮，以便为着将要前来的船只来搬运荷尔蒙之用。有一只篷船出航前拢淡水，坐8个人再去15担盐，因暗有强风对北边吹来，10个里8。好天，但是乌阴天，风悠然是对北边吹来。按照昨昏的国语 ，Hillegersberg 号透早就来外口站桥，甲迄寡钱帮，就是要本来就是为着台湾载物件先甲落来，樟脑就继续放踮咧船顶就对啦吼。也准备好要航往平湖的代志。米尔门号顶头所存来荷尔蒙也拢摕起咧即个录像。中昼伫咧法庭头前公布，也就是伫通常的所在来敲锣通告，也为此讲锣啦吼，咱应该是讲锣通告即个公布吼，也为即个目的，甲用中文书写的告示吼送去小人、麻豆、新港、目加流湾甲大目港，提起到单。佮住伫咧一寡村庄的即个西那人，爱遵照阮今年4月29号的决议，伫咧即个月底以前爱离开一寡村庄，违反者重罚。不过也按照上述的决议，为着原住民甲荷兰人的方便，因会当伫咧上述每一个村庄留6个、8个到12个西那人。如果有人需要去上述任何一个村庄办事，拢必须要先得到此地长官的许可，才会当入去。违反者罚款10里尔。segregation 吼，迄当阵有即个政策吼，荷兰人有即个政策，叫西那人爱离开即个原住民，含原住民分开啦吼。好，咱继续看来。迄寡写好的批吼，为着要就是要送去日本的批啦吼，为着要听候日本来的船只来留船2-3天，今仔日照例吼阅览了后，伫个议会里来签名，加上其他的物件来甲伊封口交互朋友。并且含因识别，以便因明仔载来出航，并且趁即个机会写批互阮伫咧平湖的船只的主管，详细甲因讲有偌侪糖、偌侪灰啊、偌侪日本樟脑、姜糖甲其他荷尔蒙，将会用即个9月号甲 Hillegersberg 号送去互因。命令因爱将一寡荷尔蒙全部真细腻来甲装入去大船乳粉号，并且甲因讲，阮顶一张批已经讲过，歹势我大概对了，阮前一批已经讲过，即马佫再一次命令因吼，就如船只指令内底所写安尼吼，就是。上述乳粉号要准时伫个11月5号航离平湖，不得提前出航，袂当提早出航吼。
同款 Schiedam 号、哈恩号甲路易斯号，该船有期就是按算讲随时会到偏湖啊也拢需要伫同一日航离开偏湖前来取队，伫北平沙洲区的面遐停泊，而且乌吉斯号爱阁停泊伫较单停泊的所在，已经讲过要送去鲁芬号甲斯基丹号的粮食即马将会用吉月号送去互因。该快艇吉月号要随派回取队，派回转来遮啦因为要互伊装上大量的地层卵，以免去拄着强风的时阵来发生困难。不过，边队船 Burkhardt 号必须要按照以前写批去甲因讲的安尼，对乌吉斯号装上大量的米转来。而即个 Hillegersberg 号就要将该船所出来的米以及大批的地层卵载来遮等等。伫大目港，村庄附近已经布产的产地11所。甲本国个23号伫赤坎的稻田共款，要拨互出价上悬的人来得到100里尔，就是固定要收100里尔安尼啦标互恁去拨安尼啦10月29。我讲今仔日10个会当读煞，希望也拢并毋通伤长啊。10月29，晴朗的天气，凉风对西北西方吹来，有一只篷船对西那趁着即个风来到遮，载了20担盐、10袋米、240包薰草、10纳米粉、4担油脂甲100捆茶棒啦也有一只篷船对鸡人来到遮，是丁先生所派来2只篷船当中的一只。根据该主管的来批，迄2只合计载来450桶公司的土炭，伫遐还佫有存差不多100桶的土炭10月30。10月30号，真舒适的天气，透北风，边队船Hillegersberg 号甲快艇吉月号就趁着即个北风，及时用篷，利用退潮顺利出港，利用即个海水退流顺利出港，载着路上所述的鲁芬号最后的货物航往偏湖，加上即寡货物，该鲁芬号将会当载着总价值173682毫吨的货物航往巴达比亚。今仔日有一只篷船载着21个人航往南边的淡水，有一只篷船航往厦门，载17个西那人载去39垦丁，也有一只篷船航往烈士，坐15个人，载有一批咸鱼。10月31号。天气甲风蠕动昨昏，今仔日无用伫对米尔曼号来落伊的地层卵，并且无用伫准备该船，以便装入去土炭，并且载着其他的货物，以便到时将会当甲一个 Henriette Louis 号同齐派往巴达比亚。无偌久以后，将会详细商讨决定何时派船比较合适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厦门，坐37个人，载去余下的物件，11担半的鹿仔肉，20担半提炼过的硫磺，甲23捆丁。也有一只篷船航往刀架，坐16个人，载有20担丁。也有一只高压船航往南方去载茶，载有8个西那人。好，以上10个读煞1645年。剩11个啦1645年剩11个，因为12个无。我看嘛，1645年。
1645年。点遮11个，我看嘛11个是毋是我写较甜甜甜？11个写到18号尔吼，但是后壁一个补充资料是对1645年11月18到1646年2个日期吼，这应该是意思讲这段时间拢是写到哩啦啦，用补充资料方式去写吼。好啦，看一下笔记者。三角汤啊，三角汤袂记查，但是应该大家拢知三角汤什么意思啦吼。像咧，纽约即个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迄其实就是一个三角汤尔吼。真正毋是叫做什么，伊叫做 Square， 但是毋是叫做毋是什么广场吼。我感觉即个当初是毋知什么人翻译的吼，互人误解讲这是一个敢若大球场安尼所在，毋是完全毋是吼。伊其实就是一个三角汤尔吼。看起来我感觉无讲介看啦吼，所以我第一道去的时阵看，这就是一个三角汤尔，啥物叫广场吼？好，起草，最近起草好无？歹起草吼，查宾、徛宾，好，田永兄有甲咱讲吼，这 OK 吼，讲名词后缀啦，这边哪读啊？名词后即个地标读，表示状况后缀嘛吼，后缀嘛吼，表示状况程度的意思吼，比如讲起草、旱草、花草、落草吼，就是草即个本身是当名词的后缀吼，表示状况程度。所以即个草是安尼，我较早咧想讲这饲啊含草，为什么叫饲草哦？原来是即个意思吼，就是状况程度啦吼，讲饲草、旱草吼，当然咱讲旱草好嘛，是讲即个体身材就悬嘛吼。花草就是花样吼，落草就是路况吼，落草好无安尼吼。好，感谢。感谢田勇。感谢田勇兄，甲咱。对啊，就啊，做一个 OK 啊。青草嘛是，迄考试的时阵有看到，迄高马地内底有啊，我嘛是共款的想法，规窗又是草。好 ，OK。就歹记的，想袂通啊。我即个词我足早就听过，但是我嘛一直毋知为什么叫做起草。OK。好。对。好，感谢各位吼，咱来关房啦吼，礼拜再来读出师线吼 ，OK， 感谢。